好，我到柴灣天主教海星小學讀5年班 A 班，叫做陳嘉怡。我今日要講嘅神話故事《精衛填海》。遠古時期，有炎帝神農氏有一個女，佢個女叫做女媧。女媧非常之聰明、活潑，仲好靚添，所以得到炎帝嘅寵愛。有一日，女媧撐住艇仔去暢遊東海，突然之間風起浪湧，將女媧嘅船冚翻咗。女媧跌入大海，就俾呢個大海冚死咗啦。女媧非常之憎愛大海，點解要奪取佢嘅生命？同時佢又驚人哋好似佢咁樣俾呢個大海浸死，於是佢變咗一隻雀仔，頭上長住花紋，白色嘅嘴，紅色嘅爪。佢發誓一定要填平呢個咁可惡嘅東海，以報仇雪恨。精衛鳥住喺梵溝山上，佢由西邊含住一根樹枝或者一塊石頭掟入呢個東海，但係呢個東海就咁樣取笑佢咁話啦：算啦，雀仔，你點樣整100萬年啊，你都唔使將我填平啊！但係精衛鳥好堅定咁講就話，就算我做咗100萬年、1000萬年，直到世界末日，我都要將你填平啊！自從精衛鳥講咗呢番説話之後，佢仲更加勤力咁樣做呢個填海嘅工作。無論幾凍嘅冬天，或者幾熱嘅夏天，佢都冇停過呢個工作，直到佢死為止之後，佢嘅子孫子弟就幫佢代佢嘅填海工作。一個咁細嘅精衛鳥要填平一個咁